想請問法師，由抉擇位入定智慧呢一個 process，咁戒同抉擇位個關係咧？戒咧係指戒律嗰個戒係嘛？或者生活上嗰個。呢個的而且確喺佛教界入邊成日都會有嘅，因為三僧上學第一項先係講戒律啊嘛。咁但係其實中間係牽涉一啲好微細嘅關聯嘅。以往大家可能聽得最多就係你如果個生活唔檢點啊，甚至乎持戒唔清淨，你可能都遇到障礙嚇。例如智者大師，天台宗智者大師佢都有講啦嚇，25個方面入邊講就係持戒清淨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喺中間我點解話有一啲好微細嘅地方會出現咧？嗱，首先我都同意，甚至乎肯定得到，如果我哋生活入邊做咗某一啲嘢傷害人哋、傷害自己，唔一定係真係見血嗰種傷害啦，可以係講緊你對唔住人哋啫，可能係唔道德嘅、唔規範嘅嘢。咁呢個其實都係有少少違背咗戒或者律嘅嗰個精神噶嘛。如果有呢一啲嘅行為發生過嘅話咧，的而且確好大機會喺我哋內心咧留低咗有一啲嘅影像，而呢啲影像去到我哋禪修過程入邊咧係會有機會出現嘅。甚至乎講得微細一啲咧，就係你越邁向個定境咧，可能一啲好微細你以前都唔發覺或者唔記得嘅呢一啲唔好嘅業績咧，先至會出現嘅。呢個的而且確會有。咁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嚟到去睇翻咧，就係當我哋鼓勵戒增上或者係定增上嘅話咧，佢其實係主要係從個側重點嚟到講緊啫。如果你能夠持戒清淨，或者係你嘅生活係合乎道德規範嘅話，你係比較大機會或者比較容易係可以獲得禪定。但係中間咧，佢唔係一個絕對嘅關係嘅。咩叫絕對嘅關係咧？我舉一個例子啦，例如大家可能都有聽過有在家人可以證初果、二果、三果，係咪？點解我哋會特別強調在家人都可以證初果、二果、三果，即係聲聞嘅初果、二果、三果呢？就係因為在家人一方面佢嘅事業一定係多過家人啦，第二方面甚至乎在家人佢有機會仲有一啲家人啊、伴侶嘅關係，乃至到性行為、性關係都有可能嘅。咁但係點解佢哋都有可能可以證到初果、二果、三果呢？就算我哋唔係講到正果咁高嘅層面啦，起碼就算唔係佛教徒啊，大家可能都有聽過，非佛教徒都可以獲得禪定啦，係咪？咁嘅話，我哋就要反思下啦。咁非佛教徒佢理論上應該冇持守佛教嘅戒律㗎喎，同意嘛？佢可能某部分做嘅嘢都同佛教所提倡嘅嗰啲道德或者倫理咧係會相符嘅，但係應該唔係100%啱噶嘛。由此就會見得到咧，第一頭先所講嗰種增上咧，其實佢只係講緊嗰個容易或者可能性啫。第二個想講咧就係有時呢一種獲得禪定甚至乎開智慧咧，係可以係講緊某一個好短嘅時間，你嗰個欲咧冇再出現嘅。尤其好似在家人咁樣樣咧，呢一度啱啱我哋有介紹過。咁啊，禪修尤其是入禪定嘅話，係要離開欲界進入色界啊嘛。嗰個慾望或者嗰一啲思維嘅活動咧，喺尤其在家人嗰個層面咧，佢唔係要求大家要斷晒佢，而反而其實係某一個瞬間可以係好短時間，呢一啲嘅慾望、呢一啲嘅思維活動咧停咗。佢冇活動，然之後就借住呢一個嘅時刻咧，反而就係發生咗嗰個禪定嘅力量，或者甚至乎發生咗某一啲嘅智慧啦。咁所以第二個嘅重點就係呢一種禪定嘅獲得啦，甚至乎智慧嘅獲得咧，佢唔一定牽涉好大範圍，講緊日常嘅生活同埋你收集時候嗰個狀態咁密切嘅關係嘅，只能夠講佢哋係彼此會影響到。但係唔係絕對地影響緊咯，嗰個係好細微嘅一啲地方嚟嘅。當然喺一般人嘅情況，或者係大部分人收集嘅情況咧，我哋被影響嗰個可能性係比較大一啲嘅。但係都總有一啲時刻係會突然之間就係嗰下 click 到，嗰下你嘅慾望、你嘅慾念停咗，就有機會可以進入到禪定嘅。所以如果用翻一個簡單啲嘅答案啦，就係你話持戒清淨去獲得禪定，咁呢個絕對係我同意嘅，最好係咁樣做添，因為最安全啊嘛。咁但係好似啱啱所講，我抉擇咗依家呢一個欲界有啲咩嘅唔安穩唔好上意界有啲咩好，有啲咩嘅值得嚮往嘅地方，佢同樣都係提供咗另外一啲嘅力量俾我哋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排出嚟嘅話，最理想嘅方案你就又持戒清淨又有抉擇咯。咁你就冇死啦，係咪？當然仲有其他啦。咁但係如果你再落嚟嘅話咧，咁就算得一樣，即係得持戒或者淨係得呢一個厭此因彼嘅話咧，
可能都仲可以發生到某一啲嘅幫助嘅。咁但係你就唔好再問我，咁法師係持戒嗰個重要啲定係話呢一個驗此因比係重要啲啦？因為呢一個可能要睇下更具體嘅情況係點樣樣，我都唔知你持戒清淨或者唔清淨到咩程度，係咪先？咁所以好難我而家一下子咁樣同你再決定得到邊樣嘢會更大影響啦。